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有贼偷派送员骑车掠嫌犯，这个贼仔导航。新北市永和有一间设计公司来调贼偷，被害人发现贼仔随甲追出去，但是这个贼仔走真紧，约袂到。加在当时有一个派送员见义勇为，骑机车盗捉这个嫌犯。这个嫌犯是走甲喘片片，气架、热架，甲这个卡网就直接结合这个派送员，佮标一连串垃圾话了后来逃走。最后，支援的警力到场，顺利甲伊抓起来。下晡5点外，外送员咧送货，这时阵有一个穿白衫的男子一直走，后边还有一个穿黑衫的女子一直捉，大声喊掠贼仔。外送员听到了，马上回转转来帮忙掠贼仔。结果嫌犯走入去巷仔内底，看到外送员规气就甲包包吓互伊，家己爬围墙逃走。包包丢出来以后，他就骂了一堆话，以后他就开始搬墙，就说你跑不掉了。外送员无放弃，继续追落去，伊嘛马上打电话报警。离附近四界找嫌犯。这个代志原本是伫永和这间空间设计公司，当时外籍移工伫2楼咧摒扫，包包可能楼梯间被嫌犯看到。我们的抽屉翻一翻再过来拿，然后看到之后外佣就下来追他，然后就往那边跑。这摆是拄到这个王姓的外送员，伊甘愿甲伊的工课先拼咧，拼死去捉嫌犯，干那10分钟尔，查了就抓到啊。